哎，小心！注意啊！哎，注意啊！步道上5年的主题，生日手也摆，听听下啊，听听下啊！哎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点啊！会来唔样啊？全唔晓得呼吸，真袂来唔样啦！关于3名大学生入山失踪，我们有深入的报道。这3个人都是国内知名大学昆虫系的学生，这一次入山没有经过学校的同意。我水田法师，我真经唔是伊个闭关的人，不过，假用是我真经捞到我某的尸体，我敢无杀。迄个，也就在二神的亲密揭露，唔可能要不会想到同道的事情。做过的，无做过的，想做的，无想做的。下课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街。松绑一条虫，相信自家无路用。无虫就无风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虫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虫，爱老爱高虫。当当当当，莫强用。眼飘的浪漫在心中。夜间盼夜梦，总越送出一种歌。看天不迷蒙，大搞了七家等一风。无偏就无烦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虫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虫错老唔错高错。当当当当，嘿哈个虫，当当当当，嘿松个虫爱留洒在心中。And 就向他走。昆虫系1年级许瑞成同学，迟到视同犯表，明年重修。那个一进来就趴在桌上睡大头觉的，欢迎他明年也再度光临。哎，学弟，刚刚主任在上课的时候有说过有2个任务要交给我们完成，那一件是提供解剖学的材料，那一件是暑假追踪公司的工作，就这摊最多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挑战地球上最危险的生物哦。1、2。蟑螂的解剖是非常重要的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今天要谢谢陈冠强、许瑞成，还有杨英泰，帮大家准备材料。马上就要放暑假了，对除虫工作有兴趣的，老师认识的几间公司呢，都在找工读生。这个暑假期间了，不要浪费你们的时间去卖什么汉堡红茶。
这种很少见的。新品种哎！你们除虫公司的都这么奇怪？他们不是除虫公司的，他们是外星人。3只小虫，好像哦。我三煞做的昆虫呢，好送的。昆虫呢？像迄几年的雌虫诶、血虫诶、鸡孔呢哦。我了昆虫呢，生来的，当罗曼蒂克。我还是世界，我有中意伊个什么的，还用字在被一只地方也帮你告白，也做係我的初戀。冇辦法，唔記得嗰啲什麼誒。嗰時唔托昆蟲呢，味道愛，錯嘛？拜托，昆虫只有5秒钟的记忆耶，哪有乜嘅愛意啊？我又唔係講蟲誒。學弟做乜嘅托昆蟲呢？靠一朵粉就他妈跟那啊？那你为啥按到？味道爱哦。唔可以查。就係味道愛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这堂蜂群管理学的助教。你好，我是谢以明。12年前，我在木林村认识一个谢以明，景风亚。景风亚，你嘅狗毛子，告白以後就唔驚佢啦。你再來同昆蟲呢哦。你现在的意思是说，你希望我们昆虫系以后对外的印象就是这样子？我们系的吉祥物就是推粪金龟跟你们3个啦。我不希望任何人再被拍到在校园里面蹲着挖牛屎的相片，听到没有？瑞仁英泰，delete。你們在幹嘛？聽說係味道愛，你用唔會啲啊？輕度後勞胸篇 delete。你用唔會做的？出生都教務會議耶。甲昆蟲咧影相咧，我老家境講好，用N33做重心，提出昆蟲咧嘅點點滴滴，你用手係捉蟲嘅結構場，好無？昆蟲咧唔是點燈，做乜嘅昆蟲咧啊？阿個什麼誒？你看。 So stupid，要比再來耶。呀，我阿條險記一轉股，就係一出戲，因為趨光性又會啪嗒啪嗒啪嗒撇轉來。我們跑啊！杨英泰，没义气耶，交女朋友都不讲的哦。唔行係冇辦法，唔記得記，錯冇？我冇辦法，唔記得嘅。許瑞成，我咩冇辦法，唔記得要飞哦，不准赢！干你的乜事啊？这有快啊！許瑞成係老一留燈哦。我迄件托昆蟲咧青蔥油嘅梨，味道愛。愛係講老韓式事件，佢用簡單就好誒。幾老要不睇？食性单一的昆虫，有时候会因为取食限制的生长范围，而成为地区的特有种。英泰，你需要幹嘛㗎？太晴，你看做 V 动来，张挺有为特有种三妹，搞位哪件事情啊？比形上較多。哦，第三位搞位唔乜嘅事情啊？愛就要大聲說出來。給我喜歡你。蜂群管理學，是的，我專業嘅批評咁咪動唔了，然後經常在泰國退休就以後咧。先生，我太六誒，佢講今年冇畢業，我就要被學校退學了誒，而且
泰要提前毕业，考学士后医啊。什么某银泰？来读昆虫那3年，还蛮看到报道上羽化的。一年还没等你到报道上太爆发，给南浦就做得低。林姐，做么该上爱发了报道上？我寒暑的时间，行到报道杯，就坐在看到警方也蛮那边，一出门就坐在糖豆报道上还没上，呀哈，全球变做保育类昆虫，俺上到就唔攀的。所以我喺山峰一看啊，无听错报道上本能感通到巨大爆发的。连头昆虫呢，就会遇到呀，寒秋有么该事情，比自家的事情还重要。泡面、饼干、羽翼、止滑鞋，听说爱戴。一堆采集盒，你。好阴啊！团长，我有事情，我有事情。我可能行校上有同多的事情限制，不过唔想可以做的，我会学。初恋，出头亚索。我个意思。好久不见啦！尚伟，跟唔到，到底系乜嘅关系？爷爷巧巧嘅爸爸。是你不要我的，不然你以为我是负心汉？小乔，瑞凡哥哥。有八卦，唔通？好有，唔通到无？曼玲老眼嘅唱。调整咧求偶模式，坏事诶。先生，我希望老眼懂听，我希望唔好老眼未强下。你上人嘅前途，我人未嘅未来。哥，现在，恁个无看到？唔形成嘅比面太多诶，突然讲说本家轻松点诶。用啊？用不认识哦？其他个。女神去拜几飞厅，迄讲到拜现在，就迄老女神嘅几飞对赌，其实唔错诶，用个啥？成人世界烦恼，这个不切实际。有你长那么大小朋友，你怎么可能会懂啊？哎，莫给死啊！紧嘞，莫给死啊！你屌啊！家中无想爱欠爱，无想爱老爱有牵连诶。小皮球，我会哪？我的暑假结束了。暑假嗰天，山上有办法帮我睇嘅。10年後，俺想到睇學神法，我想到金管部嘛。